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恐怖，阁有物件为面顶坠落来，伤着人。4个月前，新北市邦桥才有一台冷气机为大楼顶坠落来，撞死一个女大学生。想袂到昨日，台北市大安街的通化夜市，阁有一个小姐当咧买暗顿，想突然间，互一片坠落来的铁丝汤撞到肩胛头，讲差一点点啊，就撞到头。嘛好你加载，只是为2楼悬坠落来。原来是厝主咧修理铁丝汤失手，这个铁丝汤泉滴落去。当事人已经去验伤，无排除要甲厝主告。一个查某人徛伫路边背手机啊，熊一个铁丝桶为天顶落个，直接去撞到伊的肩胛头，敢若差一丝丝啊，就喊到头壳。觉得要我怎么样？窗仔门落个声音是真大声，附近的街边拢踹一个喊走来关心。当事人也控诉厝主第一时间无甲关心。当时女子呢就站在这里等晚餐，没想到2楼的屋主在修缮铁纱窗的时候疑似失手了，让铁纱窗掉下来砸中女子的肩膀就超痛，然后就是现在手就是有点举不太起来，然后麻麻的。查某人的肩胛头一声恐惊的留疤。代志都发生伫昨日的暗时7点多，台北市大安区通化夜市仔附近。当事人受到当时的经过，也是会惊。代志发生了后，行路拢爱抬头看，确保安全。他们就是从砸到人到今天第3天都没有就是关心我，他们甚至没有留我的联络方式，他们就是丢下他们的电话给我，然后请我跟我妈妈就是看完医生之后再跟他们联络。事情已经全部交给警察来处理了，所以说不好意思。对这件代志，厝主无想要加讲。受害女子是已经完成验伤，无排除要提告。是讲进前才发生着冷气机落来去喊死一个大学生，这边又搁出现着类似的案件，提起厝主也是爱加注意，才会当避免意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